東鐵線有工程車架升降台故障，停喺火炭站附近超過6個鐘，去到中午先至逐步恢復正常服務。由何家俊報導。黃色工程車喺東鐵線朝早5點半頭班車開車之前，已經停咗喺沙田站至火炭站之間嘅北行路軌，大批工程人員到場搶修，部分人到車底檢查，另一批就爬上車頂工作台高位檢查電纜。又出動切割機拆走工程車嘅部分圍欄。維修期間，東鐵線需要單線雙程行車，金鐘至羅湖每10分鐘一班車，金鐘至落馬洲每20分鐘一班車。喺沙田站，每班埋站嘅列車基本上都逼滿乘客。都有啲意外嘅情況啦，特別呢啲列車嘅維修嗰啲啊，仲有啲其他工作可能有少少意外啦。即係就算正常人做嘢都有會出現呢個情況嘅，所以都可以接受嘅。都無奈嘅，即係有少少係唔知幾時可以過到去，因為其實火炭站係即係得東鐵先可以過到去咯，所以即係點都係要喺度等咯。經一輪修理，港鐵嘗試用拖車將工程車移走，但向前行咗一小段路之後，工程車再度停低，要再做一輪檢查，及後先重新啟動，駛過波口位。工程人員間中都要用工具將電纜升高，嘗試令工程車慢慢向前行。東鐵線喺今年2月亦都曾經試過有工程車設備故障，停喺太和站附近超過7個鐘頭。但有立法會議員話，今次服務受阻程度冇上次咁大，未必觸發罰款機制。雖然性質差唔多，但係佢咁啱佢壞嗰個位呢，咁就前後係有啲位係可以係可以繞過佢啦，亦都係可以即係喺個月台嗰度呢，即係喺個車站月台嗰度呢，有備用月台可以用啦。咁就變咗咧，其實嗰個對班次，即係嗰個車程嘅影響咧，就大約可能係10至15分鐘。咁呢個咧就未去到我哋半個鐘嗰個門檻啦。咁所以今次整體上對嗰個客嘅嗰個影響咧，就相對會比較細啲嘅。咁應該都唔會觸發到嗰個懲罰機制咯。佢話會喺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繼續跟進事件，要求港鐵交代工程車故障成因。Now TV 記者何家俊報道。而我哋記者何詠薇而家就喺火炭站。嗱，Cindy啊，港鐵啦係咪已經完成咗搶修啦？咁我哋啱啱喺火炭站現場就已經聽到有廣播話呢係呢個嘅列車服務其實係已經逐步回復正常㗎啦。咁我哋都見到故障嘅工程車係已經埋咗嚟火炭站啦。有啲工程人員呢就已企喺工程車隔離就了解緊情況嘅。咁預料佢哋可能陣間就會駛返廠再作呢個詳細嘅檢查啦。咁火炭站呢度呢都會有職員係在場協助嘅。咁現場就見唔到話有好多乘客等候啊，或者有混亂嘅情況嘅。咁現場嘅情況暫時就睇到呢度，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啊，唔該晒。我哋下一節翻嚟有其他消息。